今言今語情緒篇，世俗的憂愁和屬神的憂愁。哥林多後書7章8至11節。我知道那封信使你們憂愁，不過是暫時的。如今我歡喜，不是因你們曾憂愁，而是因憂愁導致你們的悔改。你們依着上帝的意思憂愁，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。因為依着上帝的意思而憂愁，就生出沒有懊悔的悔改來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憂愁叫人死。你看，你們依着上帝的意思而憂愁，這在你們當中產生了何等的殷勤，甚至辯白，甚至憤慨，甚至恐懼，甚至渴望，甚至熱心，甚至責罰。在這一切事上，你們都表明自己是無可指責的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試過憂愁呢？世界嘅憂愁呢，好多時都會遇過㗎喇。例如，我哋會擔心明天如果落雨，就參加唔到校運會點算呢？又預着下個星期又再考試添，哇！擔心一餐，無論大小嘅事情呢，都可以叫我哋憂慮嘅。我哋係咪都會試過？成日都好心煩，明知道呢只係憂慮呢，幫唔到自己解決問題㗎。咁呢一類就係世界嘅憂愁啦。屬靈嘅憂愁呢，就係一種呢被別人指責嘅時候所帶嚟嘅複雜情緒，會讓人憤怒啦，為自己想解釋一番啦，又會令人產生咗好想改過啊。嗱，呢一啲屬靈嘅憂愁呢，係只係暫時嘅，改過咗之後呢，就會帶嚟更新，帶嚟得救噶啦。重點就係我哋要依住神嘅意思去憂愁，即係話按住聖經去憂愁。咁提摩太後書提到呢，聖經呢係神所默示嘅，係教訓啦、督責、教導人學義，都係有益噶，叫屬神嘅人得到完全，預備行各樣嘅善事啊！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神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啊，喺平時嘅生活都要感恩，唔好啊為食啲乜啊、飲啲乜、着啲乜你憂慮一大餐，反而咧就要學習信靠你。求聖靈又幫助我哋啊，按住神你嘅意思而使去憂愁，有一雙咧可以聽得清楚嘅耳朵，等我哋咧接受別人嘅提醒，改過之後咧就去除啲憂愁，過聖潔嘅生活啦。求你嘅說話充滿住力量，幫助更新我哋嘅思想同情感，幫助我哋過得勝嘅生活啊！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